上尊重守正义，亲情永远难分离。各位亲爱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柯航。我写过的歌有第四月正确的路，叫永远等待你。若要知影我较济的歌，请收看《心所爱的歌》，谢谢。这个康老师，我同感觉讲做学了就说什么知影？伊对家己的作品吼，的态度。真侪老师吼，歌写尾看，到尾几句重点的歌有咧注意，但是写过几人我放袂记哩啊。吼，康老师毋是，伊逐条歌拢记录甲清清楚楚。伊安尼做吼，于公于私啦。吼，公方面，因为咱这个书籍的档案吼，这嘛是咱社会文化财。吼，所以许愿老师伊伫协会登记这个物件吼，拢有广告嘛吼，这等于讲是替咱社会留下一份那个书的档案。于诗的方面呢，吼，因为伊安尼登到一济全吼，所以讲协会啦、办公室就能够帮他比较容易推广啊，也比较咱伫外口收较一版税互伊啊。吼，同时，伊这份书籍档案呢，伊袂使留互子孙啊，啊做见证，一代传一代。还柯航老师吼，虽然讲你即摆已经退休啊吼，但是我个人认为讲，你吼宝刀未老啦，咱老了面前吼，是袂当吼，会搁继续搁来写歌，写个好听的歌来贡献咱这个歌坛，来做好咱这所有的歌迷。人生的第一步，唔通错过，才会顾着咱的前途。这就是咱人生所行正确的第一步。行在人生的路途，爱稳中着脚步。为着一时糊涂，煞来行入黑暗路。红灯来阻止，唔通行险路，唔通踏出错误的第一步。人生方向，人生路途。才袂想来耽误。3年前，恁爱这糊涂，为我踏出人生错误的第一步。阮的青春也从此被你耽误。今仔日，我做着咱两个失去父爱的幼囝，带着你社配交代所爱食的。菜脯甲鱼酥，行着沉重的脚步，来到地方看你的看守所，你咱免花，伤心目屎流，悔不当初，一失足千古恨。今仔我也要坚强着我家己，好好来抚养着咱两个囝儿。3年后，我来这所在接你出嫁，迄个时阵。希望你重新踏出人生正确的第一步。行在人生的路途，有时甜有时苦，认真打拼才有前途。虽无富贵也快乐，指定来一时，选择光明路，心中踏出正确的第一步。唔惊困难，唔惊艰苦，创
做光明的前途。敢若听头拄啊，郑秀月原主唱歌谣这条正确的路，朋友你一定甲我同款期待。原作词家柯航老师来节目中做伙开讲，老师欢迎。郭真相吼，以及咱所有的迄个观众朋友吼，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正确的路，这吼我相信观众朋友甲我同款的欢喜，竟然看到原作词家安尼今日来开讲，这条我会讲是一路轰动到即阵呢。郑秀月生出来的正确的路，尾啊，当时由江以前人生的旅途，做咱的做电影的主题曲。了后，经过10几年，吼詹雅文才翻唱，吼迄阵摕拿掉迄个口碑，在嘉庆君游台湾闽诗做片头歌。照这款的歌讲起来是鼓励人爱行正路的歌，鼓励人爱提出勇气甲志气的歌。这伫台语歌内底吼，嘛真特殊一款的线路呢。迄阵咧，我为邦桥调过来清水，迄阵拄啊刚成立的，拄啊新的。老师，你咧讲的清水是咱土城遮，看守所伫清水消防分队对面的对。守到我咧12路口。这应该是从民国60几年的时阵就写出来。到67年。啊，这条歌是叶大辉老师先有曲，还是你先有词？叶大辉先有曲，啊，我才来填词。这条歌伫咧民间用来讲流传足久，小一届定登台的时阵，人嘛拢拜托讲啊，你爱唱这条歌，这算你的成名曲。啊，老师，你感觉讲写这条歌出来，你家己身为作者，尤其作词的人，有啥物款的心理，有啥物款的体会？最主要是抗先啦。我嘛知影你规世人除了作词作曲以外，投入职业的生涯，就是你讲的消防队，尤其落尾手做甲副大队长，足悬的职务嘛。啊，老师，咱讲起来虽然可能做善，不过吼，你安尼咧拍火过程中，敢有时会感觉讲吉祥祸福，这足歹按算呢。行这条路啊，就是爱去坚持，爱搁拍拼。因为我为大学考试伫花莲迄阵咧走康乐队，弹电吉他，为市民广播剧团庙变做咧卖药啊。迄阵伊拄咧招考迄个吉他手，伊一个吉他手要去做兵，我拄做兵转来，伫家人迄个桥下，拄咧做场，我应征，头家就讲，来，伊妈妈，这支吉他互你，咱要唱什么歌，你着爱征兆都爱开落啊，要搁互你献歌谱，迄袂赴吧？迄是讲咱咧演奏经验，听久来，歌拢会熟，会熟。啊，若有当时啊拄着你毋捌听的歌要安怎？要安怎？足简单啊！路边个叫讲啊，你这条歌你喊两句4小节，伊喊出来，自从伊这4句，咱就会使甲抓出讲，这条歌是大调或是小调，咱就编一个4小节的，大调的，看要大调或小调，4小节的旋律，到尾2句，你若大调，你就2麦，17和弦，甲全主和弦，爱就自动
咧唱啊。啊，万不离若讲你家己现场做的这个前奏，主唱人唔知影通落歌名啦。大部分拢嘿，都差不多拢知影啦，哦，大部分都99%啦，哦，我的经验就对啦。啊，未做消防员进前吼，就对音乐才有兴趣。我所在是毋是甲家庭的栽培，甲爸爸真有关系对无？我自细汉就听阮爸吼，伊伫阮庄个吼做一个八音啦，八音国乐个就对啦。迄个乌流祥公册迄类的谱就对了，公词谱啦，譬如一条歌上流有上有流有啊，上流有上有流，讲讲流有流有流有，讲车讲啊上意思，讲好讲流讲车上啊上车讲车上车啊上流有上有流开。迄阵我细汉就咧打奶带啊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啦，厝诶阮八音诶乐器拢有，阮爸是鼓吹啦、唢呐，个乐琴啦，乐琴搁来三弦，迄个弦啦，大弓弦，较弦，拢有，我厝拢有。迄是比较易达，无较简单呢。所以讲2条线我嘛加我后咧燕，要食土豆仁就加啲咪，拉咪，伊的调音就是拉咪，你大调就是哆嗦，它调音的方法不一样。初中毕业了，本来要考高中的嘛。因为咱当时好叫，毋是普通山的嘛，你若要摕一个学费，几10块尔呢，都迄个烫正脚，徛行淡仔高路，踢石头啊，踢到厝的，厝的都无人缀，爸是出去做事啦，才搁踢转来。那互管了几啊撮，纳一个几10块的迄个学费，所以升学班迄爱补习嘛，爱补习费嘛，嘛是无法去补习，迄个国教的迄阵啊，阮阿叔啦，一句话啦，你着这个囝，因囝交我共会嘛，共班的嘛。佮因囝都咧读啊！你家己即个孤囝，阮爸听阮阿叔的迄句话，已经毋知开学，毋知几礼拜啊，才去转到那个阮老师迄个杨明芳同学会，旧年同学会，我有录影，伫迄个邦桥海钓子遐，拢准要咧做伙。迄阵阮老师讲，又收集我的谱，日本的谱，尾也要甲买，讲，阮有交代嘛，讲要甲讲，我无爱卖你，不买老师。只送不买，安尼，阮即摆甲老师的交情就是安尼。人生三代是海海，
出真情爱，带予世间温暖的光彩。做人就无良医，地地较实在，好歹天会知。下一点爱心，一份关怀，让人付出真情爱，带予世间温暖的光彩。经过足侪年，朋友搁再听到原主唱人以前的李佳、现主时的李爱琪演唱《做人照步来》，相信啊，记得讲，迄当阵嘛是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歌，啊是啥物缘分来写这条作品？这首歌是我警官学校转来调转来做分队长，啊，迄阵写，迄阵就是李家因阿姑楚先生，啊，有这个缘分，这因阿姑这个讲李家要出这首歌，啊，重视的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老师，这是连续剧的名啦吼。嘿，对，连续剧的名做阿弥陀佛。啊，我接到这首歌的歌名，我就讲，第一个印象讲，啊，这条歌若30集播完了后，啊，伊的寿命都差不多登去啊啦。哦，现在人要去播这个。阿弥陀佛啊！但是阿弥陀，你去国迄个国庙寺的还是啥物吼？爱长的太侪人咧唱咧啦，咱做也无法度去赢的啦。所以我连续剧，大部分拢照迄个连续剧的迄个剧名来定歌名啊。啊，特别这首我讲阿弥陀佛，我建议甲伊讲。做人照步来，这嘛是句句劝人为先的，结果同意了，才由李家，伊在天王唱片发行的。毋那敢若讲电视连续剧，你写足济呢？我所知吼，讲连囡仔咧看，迄漫画、卡通的歌吼，你原来写足济。卡通的这个歌就是。迄阵拢由丽歌丽歌唱片公司发行的，啊，交我咧合作迄个叶老师叶大辉，伊进前就是伊啊宣传部丽歌唱片的宣传部，所以公司才自从这做曲的叫。请叶道辉老师给帮忙写曲，啊，若叶道辉摕到的曲要作词的，大部分都到99拢为我遮来，才有这机缘，才有这机会。啊，另外各大的个主题曲尤其是中视晚间闽南的连续剧，72年、73年，多连线。我写词写2年，这是因为哪？因为迄阵唱片公司伊的主题曲拢爱招标的，
72年、73年都是由月球唱片公司招标，啊标到，伊拢摕互迄个叶道辉啦，吼、啊叶道辉要填词，就拢为我遮来啊，吼、啊，搁另外一条就是迄个制作人，中视的郑江月，伊制作人每档的完整6点还是6点半的，伊的剧本李胜利拢亲送来我迄个清水消防队，啊，都有写几首啊，吼，配合叶大辉的，吼，啊，久来啊。伊就知影讲，这词拢爱什么人写安尼，啊，伊就主动写来我作词的，作词的了，你写完了，爱完成1分30秒的迄个歌词，变做第一段啦。连续剧的歌词袂使伤长嘛，念互制作人完成了，念互制作人，制作人才指定我什么人要写曲，安尼就这样。原来连续剧的歌词袂使伤长。嘿，对，1分30秒。老师，啊那安尼我请教你，啊那安尼卡通的歌词，佫有啥物条件？第一个要符合伊的剧情，有当时伊会伊的原带，要袂播出到外国的吼，伊遐剧情，要袂配歌的迄个影片啦，互你参考。敢若迄个乔琪姑娘，哦，迄嘛你写的嘛？嘿，对。亲像国中即个年岁，细汉咧看放假，拢唔知影讲原作者坐伫遮呢。乔琪姑娘，心花朵朵开，安尼啊对无？这首，他真侪当年代的迄个年纪的啦，吼，拢应该都不会忘记啦。哎，就想到迄当时的囡仔的故事遐个。老师，你是安怎样甲叶大辉老师两个互相熟悉？讲那安尼配合安尼100-200条作品。我阵是家人嘛，啊，迄阵伊是家人，拢去附近呢，的电影院看对机片，要下档，啊，伊只上尾暗，要下档的尾暗，迄场免费招待，伊广告车去巡，免费招待。来个都吼免拍屁话啦，吼钱啊拄啊好，若满台啊，伊种就开始放电影，吼电影伊共款的迄支片啊，啊但是上尾明仔载要换片啊，要换档啊，伊嘛怎交代所有的，吼人去看，吼啊即马。定定啦，吼这样做了一半了，电影甲切起来。啊，你若要搁看后段，你着看袂晓啊，吼啊唱歌跳舞这康乐节目，吼啊中间拢会去袂晓啊，吼白花油啦，吼保心丸啦，吼什么都卖啦。嘛是安尼，等于是咧开花嘛。开花结籽嘛。嘿，啊，怎啊做一场？迄个大声拢会为说明，讲较早交杨丽华咧唱，哦，遐黄秋田安尼对啦。嘿，咧唱台湾民谣迄啦，哦，啊咿呀哦哦，哒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哦，伊啊就开始唱。有一遍，伊联邦唱片公司咧招哦咧。新歌星要录唱片，欠吼要整首歌词啦。啊，我伊迄出拢国语的，迄阵我写嘛是拢去当时我拢写国语的啦，吼，拢完全包啦国语的吼，国语的迄个作词较早我记录较早拢家己作词拢国语的，啊，就是。迄尾啊，叶道辉老师甲讲啊，因某要去考着吼，
我甲写一张聘书吼，科学敬上的聘书吼，去带这张去花莲，花莲生活旅社遐报道，我甲录取就对啦，我甲考啊，不是唯一一个啦，叫去报道安尼啦。迄阵伊就知我的名就迄阵我写聘书内底，因某看到记咧，才甲约到伊吐头讲这个我有熟，迄阵去聘书迄经过安尼啦。啊，恁两个吼合作了后吼，idea 真济呢。你头拄仔咧讲张凯婷，因红赛广播的名主持人陈秋杰，恁甲出歌吼，讲出迄个有口碑，啊，搁连续片的，啊，搁一条接一条，怪人袂酸的坐目屎，老爸甲老母分开，迄个查某囡仔咧卖玉兰花，即个故事吼，到即马听吼，嘛还搁共款安尼，互人听到会挽人的心肝。这完全靠你编剧的迄个技术，你也袂使讲要有那个有迄个咧，互咱看，才写会出来。咱要凭空想象，但是这个故事应该在这个现在的社会真济啦。社会互你表示阮情意，赐我万事爱随你，好好照顾着家己。咱双人不是永远的分离，不通放袂记。管爱的路途千万里，当作我在你身边。月亮照你窗来，伴阮到深更。因好几暝困袂去，袂让了解为什么。若想起往日甜蜜的情意，深情放袂离。不管你要三冬也5年，我会永远等待你。社会互你表示阮情意，赐我万事爱随你，好好照顾着家己。咱双人不是永远的分离，不通放袂记。管爱的路途千万里，当作我在你身边。
伫咧北港年代，我相信讲真侪遮的好朋友，你爱听台语歌，你看到科行作词，甚至嘛有真侪科行老师家己作曲，甚至讲连电视电台看到连续剧、漫画，囡仔咧看卡通的歌，拢是科行老师的作品。这两字定伫咱的脑海内。老师敢有人甲你讲过，讲这两字吼，到底是艺名还是本名还是正名？这是我本名但是从来没有人疑问提起这问题是艺名还是正名。其实海鲜唱片，迄个沈诗慧，我内底就占9首啊，作词的内底我就占9首啊。外球也共款，每若出版我拢占，甲叶大辉共款尾啊，尾啊，外球唱片公司阿朱伊都可能你这名伤济啦，出伤济啦，甲叶大辉共款。你嘛改一个艺名。你捌用过什么艺名？陈一龙的这片高阳做曲的，我用阮查某囝的名。有一首迄落阮兜大玻璃，迄个刘家昌做的曲，迄阵伊写互迄个陈玲姐因小妹啦，名就挂阮某的名，因为阮太太是玻璃人，就这样。因为康乐队嘛是伫遐去遐巡回，熟悉安尼。你表演康乐队，趁一个某。对。老师你深开始读初中的时阵咧摸乐器吼，爸爸有一手艺，伊咧做梦的，伊个会晓教你插桥啊，伊是赞成还是反对？针对讲你投入音乐这条路。音乐我都叫阮爸多一担。伊分吹啊，我敲锣，安尼鼓励呢？哆来咪我唔捌啦，这是我学音乐的基础啊。一遍阮迄个一个月生啊，伫家己转来，伊早一本迄落这四比3的迄落，咱较早古早迄小歌册有迄个谱一面迄个歌词嘛，应该是写简谱尔，对不？就简谱其中就迄个就有一首《欢喜过新年》有个歌我就是模仿为迄个歌欢喜过新年，把它对照起来。才知影讲词不叫哆来咪的谱就是安尼就对啦。你都无师自通诶？对，拢完全无师自通啊！迄个我国民党迄阵就是这样。无师自通有才调彩谱才个较准。老师这嘛无第二个人呢。我一定要把这个旋律，一定爱对迄个伊个演唱的旋律爱正确，过来就是插音，每句的插音。哪一种乐器？过来最主要的和弦，和弦你要爱标明，爱标出来，因为阵来学乐器的素质，你爱有迄个和弦，因才看有。我和所有朋友片头就听，原来你的代表作《朋友兄弟》，这条我嘛是一直轰动到即阵呢，迄是啥物缘分写出来？朋友兄弟，我是用迄个我挂阮查某囝许亚文的名，就是迄阵曲风德老师，伊时阵写曲了，叫我加填词，我才挂阮查某囝的名，就这样。是曲老师甲你邀请的，对吧？伊的曲互我填。老师你家己安尼写遮济歌吼，你家己感觉讲，我上得意的，我家己上介意的是倒一条？嘛是咱这个正确的路。若安尼吼，老师，就爱小等的正确的路原主唱人，入来遮甲咱开讲啊，较等的搁听小叶姐演唱一条科行老师作词日本曲《
真感动人的作品《纯情少女心》。熟悉，歹势行人知。虽然是对你意爱，不敢讲出来。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无限深情藏在心内。我对你无限照顾，相信你也了解。希望你真正对待，唔通辜负阮将来。前程困东西，一切爱进来。我也是深深祝福你，成功倒转来。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无限深情藏在心内。不管去什么所在，望你写批予我知。只有咱真情真爱，不惊情海去风台。熟悉，歹势行人知。虽然是对你意爱，不敢讲出来。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无限深情藏在心内。我对你无限照顾，相信你也了解。希望你真正对待，唔通辜负阮将来。赶紧来欢迎正确的路原主唱人。咱今日听的唱《纯情少女心》，听的唱《永远等待你》，柯航老师这是感动人的作品。台语的歌后郑秀月，小月姐欢迎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国珍老师好。不敢当，专工安尼当邀请你来，甲柯航老师两个世纪的大会面，徐航老师、柯航老师，哦，我觉得真经很难得呢。哦，我期待很久，我期待足久啊！会唱的歌唱几落10年，啊，搁唔捌安尼遮尔啊亲近甲伊做伙咧讲话。今仔日感谢咱心所爱的歌，这个节目，让我有这个机会，讲真经的是非常的感恩。国珍老师，谢谢。是阮爱大大感谢小月姐，遮久唔捌表演，拢咧无因家己的事业，啊，今日为着柯航老师。一条一条，同款互真侪爱听你的歌的歌迷、观众朋友羡慕感动。谢谢老师，我互你漏气，因为我足久无唱歌，但是今日听讲你要来上，
国珍老师的这个节目吼，哦，伊甲我讲的时候，我讲这个节目哦，我是期待足久啊。若无来上哦，是我人生哦上大的遗憾啦。小月姐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真正听人。谢老师谢。今日甲小月姐见面吼，讲起来真正真罕得坐遮近。我知影吼，你拢甲人的翁吼，较有互相的往来对无？甲人个啊，甲因翁啊，对无？较有咧联络啊。无啊，阮先生吼，嘛拢有定定会甲我讲起迄个科学老师啦。啊，我若捌吼，我较少年的时阵吼，拢有定定去迄个义消嘛，嘿对义消，我有去遐甲因唱歌，啊，迄拢是迄个义务性的唱歌，啊，拢毋捌碰到科学老师，但是我拢有碰到遐个打火弟兄，大家拢咧甲我讲吼。哦，你有唱科行老师的歌，你敢知影阮拍火兄弟的歌，嘛是科行老师给我们做的呢？哦，那时候我一听，哎呀，真的是很荣幸啦。嘿啊，今麦阮也去参加因的活动，还是讲一寡胡伦社的活动，拢有老师的歌。老师吼，行到地吼，人就甲央，啊甲央甲拜托吼，伊就歹势共提示。伊都有啊老。师，我知影讲写拍火兄弟这个歌吼，嘛是义务性的对无？哎，对对对，迄是什么款的背景，什么款的缘分写出来？迄阵台北县有一个消防局的楼口有一个技工义消分队哦，对对对，对对对。成立，拄啊成立嘛吼，成立啊因的迄个因分队长就甲拜托咧，吼，讲啊写着啊迄个队歌咧，哦，消防炮火兄弟的技工消防炮火兄弟嘿。啊，尾拄啊成立吼，成立以后录迄个吼 MV 啦，吼，MV 搁兼唱的吼，啊，搁有个会场的状况，搁配合我迄条歌，下遐歌词处理了无偌久，分队也好，小队就好。要歌啦，讲叫我甲写一首，吼，咱甲写一首。有你也袂当大细心吗？啊，我要安处理？我就是把阮是机工炮火兄弟，救灾救难无提示，吼，把那个机工改为消防的，吼，阮是消防炮火兄弟，救灾救难无提示，安尼就适应看你。来对尾爱拢可以唱无要紧，算头一步呢。哎，你专心要唱也好，拢会使。因为版权是我的。有啊，阮去自强活动啊，自强活动就是爱去迄落甲迄个炮火兄弟做交流嘛。拢这首歌一定摕出来唱的。啊，毋那哦，小姐头拄仔佫讲哦，讲你连胡伦社的歌我哪有写？啊尾啊，就是用这首歌吼，胡伦社吼，甲拜托讲叫我这首吼，搁互因咯，可以用啦。哦，因为爱收版权嘛，我讲好啦，所送你啊。啊，你佫安那改，那变胡伦社的内容？啊，内底佫一个迄个佫一个小站吼，甲我干部啦，伊就叫我共同咧填这歌词啦。我所在伫婚伦社这条歌唱甲真死行，对，啊嘛世界有在听。对，啊我嘛知影小月姐吼，即马无伫歌坛，但是伫婚伦社真发挥，近来接三英福伦社的社长。对，今年交接，足大真欢喜。无用。迄是一种公益的无用，嘛是一种公营的无用。哎，就是想讲这世人嘛吼，甲这个年岁啊，我会感觉讲，若是有这个力量，嘛是做一寡有意义的公益加减啦，吼，帮助一寡比较弱势的家庭安尼啦。哦，老师，样阵你做一歌，互我唱呢？
啊，拢有靠边呢，爱情啊，嘿，啊，拢有靠边呢。今仔日啊，足侪好听的歌。真正的，啊，向阵吼讲靠边，嘛是一种伫业界吼，算讲嘛是一种特色。对，特色。啊，向阵的台语歌较无安尼啊济，啊，我会当唱到老师因的歌，啊，搁有足用心写一寡口碑，迄拢总有意义的呢。哦，我捌安尼讲口碑，讲甲家己哭呢。哦，迄实在是，即摆想起来，我讲我那以前嘛介熬呢。老师是安那写歌拢会要加带一寡口碑，这嘛你一种甲别人无共款的作风对无？哎，对，这嘛是唱片公司啦，啊，佮叶大辉啦，建议啦，哦，伊讲一首要牵一个人，哦，顶节目你有甲访问啊，伊讲这口碑拢是一首要请一个人安尼，老师讲到这吼，我安尼一个问题，一定爱请你深入讲一下，就是你细汉的时阵，甲爸爸忙甲去，爸爸也无甲你反对，佮甲你拖，啊尾也惊对康乐队去。讲起来吼，一般人可能就违心就去惊业界啊。一般人吼，伊就无搁洗翻头啊。啊，老师，什么原因讲我消防也要考，我警察也要考，我要做一个稳定的头路，是什么款的想法？我迄阵细汉，原来有一个，我看有时间无吼，有个机会吼，来转台湾甲游一个啦，吼，啊，可能就拢对无，食头家带你食，啊无就做厝安尼，吼。伫玻璃才找着阮一个观众的阮某啦，嘿。啊尾啊。踅到迄个花莲了啊！讲你做这生活总是爱对无？流浪的生活，这毋是永久的。吼，迄阵才去搁去警察啦吼调，控迄个消防队啊，迄阵我伫高雄，尾来伫花莲消防队考的，吼，两项拢调。啊，你讲起来你真够读册呢。啊，一边面安尼流浪走江湖，一边面搁当准备考试。这嘛无几个人会当安尼啊！真的。啊，当好的时阵，歌词歌曲写当济的时阵，我咧猜想吼，应该遐个费用啊，写歌的遐个工钱啊，应该是超过消防的月级，超过真济，敢毋是？不一定啦，不一定啦。不一定可能，老师你有诶拢做迄落小送，小送。是不是？迄不一定。啊，那敢若讲两边面，一边面爱做消防的工课，一边面爱搁写歌、作词、作曲，讲起来是加倍无用。啊，你安怎有分配时间？因为若写歌，我拢是啦，我是无迄个讲写来了落等啦，吼，等风景啦，拢是人，拢有一个母乳群，唱片公司的制作人。哦，种双层唱片，哦，伊就直接来找我，哦，叫我，哦，要我的歌，高阳，哦，酷风调，哦，伊和声是四人，哦，伊制作的我甲写10几件啦，哦，伊若要写对经的，日语也好，英文的也好，哦，要翻的，拢找我，哦。啊，搁有迄个什么，迄个陈木老师，哦，丹木老师伊有一遍，伊要制作洪英红的迄个唱片哦，伊指定迄个洪英红的，讲一条这实在有影水，阮厝边迄个小姐实在有影水，伊指定迄条天词，实在有影水，歌名，第迄个第句的。实在第一句的实在有影水吼，英文拢甲保留咧。I love you， 拢保留，迄拢甲保留。讲安尼，迄条歌都要写一半去啊，哦对无？完成了吼，迄阵综艺节目，所有综艺节目啦，吼，歌唱节目啊，明日之星啦，哦，以前叫迄个老福州，叫洪英红嘛，三个捌做伙吼，综艺节目咧唱啦，吼。
结婚的所在的礼堂、康乐会，拢就是热门的歌曲啦。啊，迄阵主打歌曲是《爱情的力量》，哦，即马啊，我迄个也实在有影水，看咧美下面的尾二我记得敢若第4条的款，还是第5条？尾二首的，嘿。啊，结果嘛是轰动到即马，嘛是流传到即马。这歌拢袂长啦。实在有影水，实在有影精彩，实在有影感动。听老师讲创作的过程，过程唔那幸福，嘛要邀请柯航老师，甲世界电影明星同款，伫心所爱的歌镜头头前，印一个，互阮对你表示敬意的手印。老师请。重新可再开始。老师请坐，小姐姐，咱坐，请坐。看到老师的手印，我才想到讲，细汉的时阵，做囡仔听你写的《乔氏姑娘》，大汉出社会咧拍拼，听你写的《正确的路》，无法度突出你的将中心咧。多谢老师来开讲，啊，我嘛诚意多谢。何以贤，无啦，感谢咱的歌后小月姐，多谢小月姐，多谢老师。心所爱的歌下回再过来开讲，多谢。